內容：第五天完全專注於第五章英國政府法律與你的角色。具體而言，探討了英國的政治框架、法律結構和國際地位。第五章英國政府法律與你的角色。第5.1英國民主的發展。英國民主制度逐步發展，從高度限制的投票權制度過渡到普選制。早期限制與改革運動。19世紀初，英國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只有一小部分人，21歲以上擁有一定數量財產的男性，才能投票選舉國會議員。這憲章運動在19世紀30年代和1940年代，他們積極爭取關鍵改革，包括男性普選權、年度選舉、平等的地區代表權、秘密投票、取消議員的財產資格以及向議員支付報酬。儘管憲章運動最初被認為是失敗的，但大多數訴求最終都被採納了。1918實現普選權。隨着時間的推移，選舉權、投票權不斷擴大。投票年齡放寬至1918年30歲以上的女性，隨後1928年所有21歲以上的男性和女性。目前的投票年齡是18，男女皆可參與的組織於1969。英國的治理體系被定義為議會民主制。5.2英國憲法。憲法是治理一個國家所依據的一系列原則，涵蓋所有運作中的機構、權力制衡、法律和慣例。未書寫的自然。英國憲法的獨特之處在於，沒有記錄在單一文件中，因此被描述為不成文。這種結構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英國的制度是在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期間從未發生過任何永久性的革命，從而建立了一個全新的體系。有些人認為，這種不成文的制度形式賦予了英國更大的彈性。憲法涉及幾個關鍵機構，包括君主制、議會、下議院和上議院、總理、內閣、司法機構、警察、公務員和地方政府。君主制。伊麗莎白二世女王是國家元首。英國作為一家公司運作君主立憲制，這意味着君主不直接統治，而是任命由人民在民主選舉中選出的政府。君主履行重要職責禮儀角色，例如召開新議會會議並總結政府本年度的政策。君主提供穩定性和連續性。新公民必須在入籍儀式上宣誓或聲明效忠女王。議會的作用。議會由兩院組成，下議院和上議院。下議院由於其成員議員由民主選舉產生，因此被認為是更重要的議院。議員代表選區，制定法律，監督政府行為，並就國家大事展開辯論。首相和幾乎所有內閣成員都是議員。議員透過以下方式選舉產生：領先者獲勝大選制度，至少每5年舉行一次。上議院成員同儕通常是未當選，自1958年以來，大多數成員都是人生同伴，由首相或反對黨領袖斜線獨立委員會提名，終身任職。上議院審查下議院通過的法律，提出修正案，並監督政府的執行情況。發言人：下議院議長是下議院的首席官員，負責主持辯論和維持秩序。他們保持政治中立，由其他議員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選舉產生。5.3政府。政府由在下議院贏得多數席位的政黨組成，如果沒有政黨獲得絕對多數席位，則由組成聯盟可能形成。中央行政。總理 PM 執政黨領袖。首相任命內閣成員並掌控許多公共任命。首相的官邸是唐寧街10號。內閣該委員會由首相任命，由約20名資深議員斜線部長組成，他們分別負責財政大臣、負責經濟事務和內政大臣、負責犯罪和移民事務等部門。
內閣每週召開會議制定政策決定。反對派下議院第二大黨反對黨領袖任命影子內閣由資深議員、影子內閣成員組成的團體，其職責是挑戰政府並提出替代政策。公務員制度支持政府制定和實施政策。公務員擇優錄用，且必須留任。政治中立，權力下放。自1997年以來，權力一直下放，將某些事項的控制權交給英國各成員國。英國中央政府持續掌控國防、外交、移民、稅收和社會保障等重大領域。地方政府控制領域包括衛生、教育和規劃。威爾斯政府和威爾斯國民議會、卡迪夫、蘇格蘭議會、愛丁堡可以就英國國會未保留的事項制定法律。北愛爾蘭議會、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的斯托蒙特議會根據權力分享協議運作。5.4英國與國際機構。英國參與了多個重要的國際組織，以促進和平、人權和民主等共同目標。英聯邦，這是一個由54個成員國，其中許多曾是英國殖民地組成的自願性聯盟。女王是名義上的元首，該組織以民主和法治等核心價值為基礎。聯合國 UN 英國是聯合國成員國，聯合國的宗旨是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英國是5位常任理事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歐盟 EU 英國於1973年加入歐盟。歐盟法律在英國具有法律約束力。北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由歐洲和北美國家組成的致力於共同防禦的聯盟。歐洲委員會與歐盟分開的歐洲委員會專注於人權保護，並制定了歐洲人權公約。V5.5 尊重法律。所有居民最重要的責任之一是了解並遵守法律，所有居民都應遵守法律，不遵守法律可能會導致無法獲得永久居留權。法律體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一項核心原則，意味着法律對每個人都適用同樣的原則。刑法只由警方調查、法院處罰的犯罪行為，例如攜帶武器、毒品犯罪、種族犯罪。民法用於解決個人或團體之間的糾紛，例如住房、消費者權益、勞動法、債務等。向未滿18歲的人出售酒精或煙草屬於刑事犯罪。在幾乎所有封閉的公共場所吸食煙草製品都是違法的。警察的職責包括保護生命和財產安全，防止騷亂，以及預防和偵破犯罪。警察部隊獨立於政府。在英格蘭和威爾士，警察和犯罪專員 （PCC） 選舉產生，負責制定地方警務工作的優先事項和預算。居民應協助警方預防及偵破犯罪。英國面臨恐怖主義威脅，包括來自蓋達組織分支和北愛爾蘭相關恐怖主義的威脅。確保自身安全，免受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侵害至關重要。極端主義，公開或積極反對英國基本價值。第6章 5.6 法院的作用。這司法法官負責解釋法律，並確保審判公正，不受政府干預。刑事法庭。英格蘭和威爾斯、蘇格蘭以及北愛爾蘭的法院系統略有不同。輕微案件，此類案件由地方法院、英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或治安法官法院、蘇格蘭審理。地方法官、斜線治安法官均為當地社區的義務服務人員。嚴重罪行，嘗試過刑事法庭、英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或郡法院、斜線高等法院、蘇格蘭。這些法院使用陪審團，陪審團由隨機選出的公眾成員組成。英格蘭斜線、威爾斯斜線、北愛爾蘭為12人，蘇格蘭為15人。陪審團決定判決結果，有罪或無罪。蘇格蘭也允許罪名不成立的判決。青少年法庭針對10至17歲被告，英格蘭、威
威爾斯、北愛爾蘭。案件由受過專門訓練的治安法官審理。這些法庭通常不對外開放，被告的身份資訊也不得公開。民事法庭，郡法院處理英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的各種民事糾紛，例如家庭事務、人身傷害索賠、合約違約。蘇格蘭的此類案件由郡法院處理。這小額索賠程序是一種非正式的糾紛解決程序，無需耗費過多的法律時間和費用，適用於英格蘭和威爾斯1萬英鎊以下的索賠，蘇格蘭5000英鎊以下的索賠以及北愛爾蘭3000英鎊以下的索賠。類比，英國的治理如同一座歷史建築。英國的政府體制可以被視為一座宏偉而古老的宅邸。憲法5.2，它並非單一的藍圖，而是整個建築結構的累積產物，融合了都鐸時期的增建部分、斯圖亞特王朝時期的戰爭痕跡以及維多利亞時期的翻修。君主制它是歷史的基石，賦予其延續性和穩定性，而議會5.2、5.3是引擎室，不斷地進行討論和改造。法律5.5、5.6起到安全系統的作用，確保每個居民都受到平等對待，防止建築結構崩潰，並遵守幾個世紀前確立的原則，例如大憲章，其中規定即使是最高人物也必須遵守房屋的規則。本簡報大綱涵蓋研討會的第6天內容，並結案。第5章，英國政府法律與你的角色。本次會議重點討論英國居民應承擔的實際義務、法律保護、經濟責任和公民角色。第5.7基本原則：權利與保護。英國有着尊重個人權利和保障基本自由的悠久歷史，其基礎由憲法等文件奠定。大憲章、這人身保護令法案以及1689年權利法案。人權，這歐洲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該公約由英國外交官和律師發揮重要作用起草，於1950年由英國簽署。該公約被納入英國法律。1998年人權法案。政府、公共機構和法院必須遵守的公約核心原則包括：生命權，禁止酷刑、奴役和強迫勞動，享有自由和安全的權利，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平等機會和人身保護。英國法律規定，任何人不得因年齡、殘疾、性別、懷孕和生育、種族、宗教或信仰、性取向或婚姻狀況而在生活或工作的任何領域受到不公平對待。法律體系對某些特定傷害提供明確的保護，這些傷害將被視為嚴重犯罪行為起訴。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和虐待是嚴重的犯罪行為，任何對伴侶，無論男女、已婚或同居，施暴的人都可能被起訴。強迫女性發生性關係，即使是妻子，也可能被控強暴罪。女性生殖器切割 （FGM） 女性割禮，也稱為切割或女性割禮，在英國屬於非法行為。實施女性割禮或將女孩或婦女帶到國外進行割禮均屬刑事犯罪。強迫婚姻，婚姻必須建立在雙方完全自願的基礎上。強迫他人結婚是刑事犯罪。英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自2008年起和蘇格蘭自2011年起都設有保護令，以保護潛在的受害者或已經身處強迫婚姻中的人。5.8稅收，繳稅和社保金是一項基本責任，它為整個公共基礎設施和福利國家提供資金。所得稅，所得稅是對工資、自營職業利潤、應稅福利、退休金以及財產、儲蓄和股息等收入徵收的。稅收入用於資助政府服務，包括道路、教育、警察和軍隊。對大多數員工來說，稅金是由僱主透過以下方式自動扣除的：現收現付 （PAYE） 系統。自僱人士透過以下方式繳納稅款，自我評估該系統涉及填寫納稅申報表。
國民保險繳款 NICS。幾乎所有有薪工作的人都必須繳納國民保險費，這筆錢用於支付國家福利和服務，包括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 NHS 以及國家退休金。未繳納足夠的國民保險費可能會導致無法領取某些繳費福利，例如全額國家退休金或求職津貼。非英國公民開始工作必須向英國就業與退休金部 DWP 申請獲得國民保險號碼，一個唯一的個人賬號，用於準確記錄國民保險繳款和稅金支付。5.9 駕駛。在英國公共道路上駕駛汽車或摩托車，駕駛員必須至少年滿17歲並持有有效的駕駛執照。車輛和法律要求。車輛必須在登記駕駛員和車輛牌照管理局 DVLA 年度道路稅必須繳稅，並將繳稅憑證貼在擋風玻璃上。有效的汽車保險是強制性的，而駕車時沒有戴安全帽是嚴重的刑事犯罪。車齡超過3年的車輛必須通過一項檢測交通運輸部 MOT 測試每年。許可證有效期限。由歐盟、冰島、列支敦士登或挪威頒發的許可證在英國只要有效就有效。其他國家核發的許可證有效期限最長為12個月，居住地之後必須取得英國正式駕駛執照。在北愛爾蘭，新取得駕駛資格的駕駛員必須懸掛牌，限制性駕駛員1年。5.10你在社區中的角色。成為永久居民既帶來了參與社區活動的機遇，也帶來了相應的責任。好公民的責任。一套所有人都應認同的共同價值觀和責任包括：到遵守並尊重法律，尊重他人的權利和意見，平等對待所有人，不分性別、種族、宗教、年齡、殘疾、階級或性取向。為了幫助和保護你的家人，尊重和保護環境，努力工作養活自己和家人，到投票在地方和國家政府選舉中，做個好鄰居。居民應努力成為好鄰居，例如搬入新居時主動自我介紹。避免衝突的方法包括尊重隱私、控制噪音、保持花園整潔以及妥善處理垃圾。例如，僅在垃圾收集日將垃圾桶斜線垃圾袋放置在路邊。V5.11 你如何支持你的社區？公民參與、志願服務和幫助社區是良好公民品質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於促進社會融合和履行公民義務。公民義務、陪審團服務。選民登記冊上18至70歲的人員會被隨機抽取參加陪審團服務。任何被傳喚的人都必須依法履行陪審義務，除非他們有正當理由拒絕。投票和政治支持。公民可以加入政黨，以表達對特定觀點的支持並參與民主進程。黨員經常在選舉期間參與拉票活動，例如散發傳單或爭取支持。競選公職。大多數年滿18歲的英國、愛爾蘭或英聯邦公民都可以競選公職，例如地方議員或國會議員。志工崗位。幫助學校，家長可以到教室當志工或加入家長教師會 PTA， 他們也可能變成學校理事或蘇格蘭的學校董事會成員，幫助制定學校的策略方向，確保問責制，並監督績效。本地服務，有很多機會可以參與當地服務機構的志願服務，例如醫院、大學、住房協會和青年計劃。此外，特別警員、社區代表和治安法官等職位也對志工開放。捐款，我們鼓勵市民捐血。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有助於家屬在親人過世後做出決定。慈善機構。從英國紅十字會到環保和醫學研究慈善機構，成千上萬的慈善機構致力於改善人們的生活。志願活動涵蓋動物保護、青少年工作、幫助無家可歸者以及參與環境清潔等。
志願服務也有助於練習英語或提升履歷上的工作技能。65.12保護環境，保護環境是每個人的共同公民責任。回收利用，這一點很重要，盡可能回收廢棄物，回收材料可以減少能源消耗，減少原料開採需求，並減少送往垃圾掩埋場的垃圾量。永續購物，鼓勵購買本地產品，因為這既能支持當地企業和農民，也有助於減少個人開支。碳足跡，因為產品無需長途運輸。運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和步行有助於保護環境，因為與開車相比，它們產生的污染更少。